喺3月5號 ，Home Office 公布咗移民政策嘅一啲更改，其中部分嘅簽證途徑英語要求有所提升。雖然 BNO 簽證咧暫時就未受影響嘅，但係坊間咧就開始出現一啲講法，例如有人話淨係讀英文班就可以取代 B1 考試，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呢？相關規定又點樣寫呢？今集我會同大家一齊睇下 Immigration Rule 入邊實際係點樣講啦。Hello， 歡迎嚟到 Carol 生活日常。我最近開始嘗試拍多啲實用嘅資訊片，不過唔知大家係咪真係覺得有用？歡迎留言話俾我知啊！我都好需要大家嘅支持，所以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一有新片出咧就會收到通知噶啦。開始之前都要講明先，我本身唔係移民顧問或者律師，呢條片咧就係分享我個人嘅理解，作為分享同埋資訊討論嘅用途，並不構成法律意見㗎。如果有更新或者理解嘅差異，一切以官方最新公佈為準。如果有疑問，請向英國合資格嘅專業人士查詢啦。開始之前咧都要簡單講兩句先。第一，有觀眾問點解我成日咧都戴頭盔啦？其實好簡單嘅。YouTube 咧淨係一個資訊分享平台，唔應該淨係靠一啲YouTube 嘅片咧就去做重要決定㗎。我自己本身咧都會做翻我自己本分，做好個 research 啦。咁但係如果涉及移民嘅申請呢啲咁重要嘅決定咧，大家最好都係自己再查下官方嘅資料，或者向專業人士查詢啦。第二點咧就係有觀眾提到咧，我成日都會加啲中文翻譯啦，搞到啲香港人好似唔識英文咁樣。咁其實我咁樣做咧，主要係想方便大家噶。咁不過大家都要明白啦，翻譯都要需要時間噶，所以我趁呢個機會都好想問下大家，覺得我需唔需要加啲中英並重咁樣保留個翻譯喺度咧？可以留言話翻俾我知啊。最後提一提啦，我尊重言論自由嘅，大家有唔同嘅意見都可以討論。不過咧，如果係一啲不雅或者兒童不宜嘅留言咧，我就會刪除同埋 report 俾 YouTube 嘅。希望大家保持基本嘅尊重啊！好，今日我哋開始今日嘅內容啦。消化咗幾日，相信大家已經了解咗啱啱喺3月5號公布嘅移民政策更改。雖然有啲咧改變仲未公布，但係關於英文嘅要求咧，目前嘅公布嚟睇咧，有兩點係比較清楚嘅。第一咧，部分移民嘅申請途徑咧，英語要求會喺2027年3月26號之後咧就會改為 B2 噶啦，但係 BNO 嘅英文要求咧係維持不變嘅。而網上點解咧有啲人話上英文班可以代替 B1，或者我哋一齊睇下。可能咧有人睇到 Statement of Change 入邊嘅 Appendix KOL 3.2就講話，只要證明自己有努力學英文，即使考唔到 B1 都可以申請㗎。咁我自己都聽過一啲街坊就話啦，如果讀完 college 嘅英文班，老師好似話考唔到 B1 都有機會可以考慮㗎喎。不過要提一提咧，其實 BNO 途徑咧就唔係參考呢個 KOLL 嘅。相信呢幾日嘅討論咧，大家都會明白原來係有唔同嘅 Appendix 㗎。咁雖然呢一點咧同 BNO 途徑冇直接關係，不過喺整理資料嘅時候咧就發現一個有趣嘅情況，都想同大家分享下先。我哋咧嚟到呢個 Appendix KOLL 3.2入邊提到嘅豁免英文文件要求入邊 refer 嘅4.14咧，就有一啲唔同嘅內容，就係有要求申請人點樣提交嗰個文件嘅 evidence 點為之符合資格嘅。咁睇到嚟呢一度，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一個問題呢？就係咧，點解 Home Office 喺3月5號公布政策嗰日喺個 Facebook 個 post 入邊有提到話要考聽說讀寫4個部分，咁但係直接去睇 Immigration Rules 嘅 Appendix KOLL 條文寫嘅咧，只係 Speaking and Listening 嘅啫。咁其實 Home Office 咧公布之後嘅第二日咧，已經更正咗原本嘅貼文，去改為淨係 speak and listening 嘅啫，講同埋聽嘅啫。咁咧，我都有留意到呢一啲移民公司喺 YouTube 嘅訪問入邊咧，就引用咗 Home Office 當時喺 Facebook 嘅貼文，提到咧可能需要用4份試卷。咁不過咧，如果再睇翻呢個 Statement of Change 同埋 Immigration Rule 嘅原文對比啦，其實要求仍然都係 listening 同埋 speaking。咁我自己咧都喺呢幾日重新再睇一次相關文件啦，因為要拍呢條片啊嘛。咁再對比翻 Home Office 嘅貼文咧，先留意到呢個更正噶。咁我喺呢度咧，我想講翻，我唔係想講話邊個啱邊個錯，
但我就想同大家一齊睇返 Home Office 嘅 Immigration Rules 入邊究竟係點樣寫嘅。經過幾日嘅消化，一啲律師同埋做移民顧問嘅人呢都講過 BNO 係參考 Appendix KOL 嘅。咁相信大家而家都知道呢一點啦。咁其實Appendix KOL 係咩嚟嘅呢？係咪坊間有啲人講話證明英文嘅要求？或者我哋一齊睇下，參考翻呢個KOL Caseworker Guide Version 31 BNO 咧係 subject to separate 嘅 Simplified Immigration Rules 嘅。有眼利嘅觀眾咧就可能就發現，咦，點解 Skilled Worker 都包括喺入邊嘅？會唔會 Home Office 真係打漏咗 BNO 啊？其實咧，大家可以放心噶。今次 Home Office 咧真係唔係漏咗加納 BNO， 而係真係放過 BNO 啊。點解我會咁有信心呢？因為參考翻 Skilled Worker 嘅相關條例咧，佢入邊有註明到咧係喺出年3月26號咧 Skilled Worker 要提升做 B2。咁但係我哋 BNO 咧係英文要求係參考 HK 60.1。今次份 Statement of Change 咧就冇變更啦。咁講翻啦 ，Appendix KOL 咧其實係指 Live in the UK 嘅要求，而英文要求應該係參考翻 Appendix English Language 嘅。咁我哋又睇下當中一個 exemption 嗰部分究竟係講啲乜？咁根據翻咧 Appendix English Language EL 1.1入邊有講到咧，以下嘅人士咧可以豁免英文嘅語言要求。第一樣就係65歲以上啦 ，B 就係未滿18歲 ，C 就係咧因為殘疾未符合要求，而 D 嗰點咧就係話如果你係以伴侶、父母或者18歲以上受養子女嘅身份申請永居嘅時候咧，需要符合下面3個條件就可以申請豁免啦，包括要住滿15年啦，第二點就係要有 A2 級別啦，第3點咧就係喺申請永居之前嘅12個月之內，曾經參加最少75個鐘嘅英文班，而嗰個合資格嘅老師咧，亦都評估過申請人咧唔可能達到 B1 嘅水平嘅。咁相信嚟到呢度，大家應該都留意到啦。以目前 BNO 嘅規則嚟講咧，並冇提供一啲英文班取代 B1 考試嘅途徑噶。咁我哋總結一下今集講嘅內容啦。咁我呢個資料搜就係3月8號做嘅。咁講翻3月5號嘅修改 ，BNO 咧係維持翻 B1，只係需要考聽同埋講嘅部分。而以目前嘅規則嚟講咧，就冇提供用英文班取代 B1 考試嘅途徑啦。咁講到嚟呢度，唔知大家對今集嘅內容有啲咩嘅睇法或者意見呢？歡迎留言話俾我知。而我呢個 channel 咧就好需要大家嘅支持同埋鼓勵，請大家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仲有分享俾朋友。下集再見，拜拜。